另外来关心 APEC 会议领袖代表，但林胜基已经到秘鲁啊，准备要参加刷落来 APEC 会议。因为秘鲁嘛派出因的外交部的官员，也有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来现场迎接。咱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旅程还好吗？很顺利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对吧？这次主要任务是什么？参加会议。谈一下。领袖代表因为到秘鲁来，因为中国的关系呢，那个会有一点不公平的待遇啊。可是还是尽量希望我们领袖代表去争取啊，因为台湾现在因为晶片是全世界最强的，所以呢也不可否认啊。像这里昨天我看当地媒体的还是台湾，今天就改口了，今天讲 Chino 的台北又不一样了，所以应该是媒体有被打压。咱代表台湾参加 APEC 领袖代表林胜基，伊的专机已经伫当地时间13个早起到秘鲁。伫现场的是秘鲁的政府毛铺红地毯，而且用军礼甲咱欢迎。林胜基面对媒体提问的时，伊是简单表示讲，当道的旅程一切拢真顺遂。严格秘鲁的大商接受访问的时是表示讲，当地电视台也有新闻媒体咧报的时讲到咱的是拢用台湾。严格即马 APEC 的峰会伫要举办啊，煞雄改做中华台北来称呼咱台湾，嘛，即期讲媒体哪亲就有受到压力、防施压的情形。